各位做生意嘅朋友，真係千祈唔好同熟人做生意啊！點解咁講？我有一個由細玩到大嘅兄弟，上個月攞住佢份信用報告過嚟揾我，問我佢咁樣嘅情況有咩信用產品可以做，大概幾多費用，仲反覆強調要低息嘅，而且最好係先息。我一睇佢份報告，我就勸佢咪再借啦，因為佢已經借唔少啦，再借我驚佢頂唔順會爆煲。但係佢話冇辦法啊，年底有啲周轉唔過嚟。我同佢講，以我嘅經驗，按佢而家嘅情況，最多只可以做等額5厘嘅產品，而且都咁多年兄弟啦，費用係咁依2-3個點就算啦。你點知佢突然嚟一句，費用就冇問題，但係你都唔專業嘅，人哋都話可以先息2厘半，算啦，我再考慮一下。咁我見佢話唔做，我反而覺得仲好啊，仲安樂。點知呢個月佢又走翻嚟揾我，話佢俾人水咗。原來上個月佢揾我之前就去咗一間電銷公司，人哋話有內部渠道可以做先息嘅，收佢5個點。到臨放款啦，又要加收多佢3個點，個理由就係放款要排隊。我呢個兄弟係急住要錢啦，被逼應承咗個費用，點知搞到最後都係等額嘅產品，而且就係我同佢講嗰種等額5厘嘅。咁佢揾人哋講數啦，對方話合同入邊根本冇寫到一定要先息，口講就無憑。更加絕嘅係咩？佢簽合同嗰陣時，個居間服務點數都係空住嘅。你話死唔死啊？佢根本就冇機會去繼續拗啦。而家好啦，俾人呃咗，又翻轉頭嚟揾我幫忙，我真係又嬲又無奈。嬲嘅係佢當初寧願相信外人嘅花言巧語，都唔信我呢個識咗10幾年嘅熟人。最無奈嘅係我哋咁多年感情擺喺度，你話幫佢啦，我心入邊又唔舒服；你話我唔幫佢啦，我又驚冇咗呢個兄弟。如果換作係你會點做啦？貸款揾老煩，包你唔使煩。